台湾海峡最近的频发地震，郭先生有没有什么解析？我怀疑我没有证据啊，我跟你们说过，我几年前就说过，因为我亲自的多次听到共产党，包括青岛的这整个的潜水艇舰队，他们都当面说过，说对台湾搞在了几次地震不就完球蛋了啊？大不了再说，你看把南边的震掉，真不行北边震掉，留在中间那一块，他不就傻球了，是吧？还有一个，他说如果美国想打啊，咱就把美国的打仗给他打出地震，用美国的导弹给他打出地震来啊。然后说我控制在 7.3 以下啊，台湾就是半废，我过 7.8 台湾基本就完蛋。他说宁可让台湾沉到岛里去，也不能变成美国的航空母说永入不沉的航空母舰。这是当时这基本上不是一个人说两个人说。2007年习近平还没当上总书记的时候，听说跟军队人民开会，就是当时那个国防部长啊，那个在喝醉酒，还有那个在西山在那个经济宾馆闹事之后，习近平已经大权在握了，实际上的时候已经差不多了，那时候已经是郭伯雄、许才厚也就危了。听说谈台湾，习近平第一次暴露了自己的目标，非常清楚的告诉大家啊，说台湾这个问题必须在就是我这一任内必须解决，就新时代必须解决的问题。能打解决啊，能谈解决不去打，能少打不多打。但是啊，时间绝对不能再给他，反正你得回来。如果美国或西方任何国家参与，那我们就毁了它，绝不能让这个台湾成为卡在我们嗓子的西方的所谓的战略的永不沉落的航空母舰，不能变成美国第57个州。这是习近平的原话，到今天为止，习近平从来没改过。